醒了？我怎么在沙发上睡的？是啊，你自己非要赖在沙发上睡的。昨天晚上我怎么把你往床上拖，你都不去。昨天晚上？啊？昨天晚上怎么了？我也是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喝多能把自己喝成这个样子。是我把你扛回来的，结果你呢吐了我一身。你怎么知道我喝多了？你跟踪我？我有毛病，我跟踪你。我出去吃宵夜，回来以后看你走在我前面，走的那个歪七扭八的，一看就是喝多了。然后到楼梯口的时候呢，你扑通一下就栽倒了，那我能怎么做？我只能扛你回来了。你谢谢了。嗯。你脸怎么了？哼，问得好，你回忆一下。我打的。那你说。小鱼完了！赶紧起点！啊，掉下！哎，不许动！掉这鱼了，一条大鱼！好了，钓完了，没钓完，不许走，没钓完，钓鱼，大鱼，一条大鱼！好，钓上了啊！啊，好了，接着钓，钓完小鱼，钓大鱼。又是一条大鱼啊，又钓上了！哎呦，我最厉害了！哎呀，最棒了！哎，别走啊！钓鱼！我的大鱼！我要吃大鱼！不对啊，我好端端打你干嘛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你是不是趁我喝醉了想占我便宜？我帮你换内衣了，你检查一下。快，赶快检查，赶快检查。跟你开玩笑的，你就脱了一件外套，还是你自己脱的，一点没碰你。不过我要警告你啊，以后晚上出去喝酒，啊，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。我裙子怎么了？太短了，着凉了。变态！新月，到我公司来一下，有好事儿。丽丽，赵老板，哎呀，你可来了，来，坐。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哎呀，全是好事儿。哎呀，你这一出手，就帮我挣了1000多万呐，我真是太爱你这个人才了。您过奖了。来，把字儿签了吧，本金我已经给你划了啊。来，在这儿签个字。好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丽丽啊，还是那句话，上我这儿来工作吧，年薪100万，税后啊，这是刚起步。赵老板，谢谢您的好意。我呢就是个小白领儿，每个月8000块钱工资就足够了，有多大脑袋戴多大帽子嘛，是不是？行，那工作这事儿呢，你再考虑考虑。不过接下来这事儿你可不能拒绝了啊！什么事啊？我要给你一个小奖励，地中海10日游，游轮出海，就咱俩。谢谢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没有时间，一直要上班呢。怎么又拒绝我呀？行，那这事儿你也再考虑考虑。接下来这事儿，你不用考虑啊。楚大师想见见你，非常主动的想跟你聊聊。楚大师啊？楚大师要见我干什么呀？我一个无名小辈。赵老板，我胆子小，我可不敢跟名人坐到一块儿。你必须去啊！我都答应楚大师了，你要是不去啊，这不打我脸吗？
赵老板，我最近真的很忙，公司要加班，最近是旅游旺季，几乎每天都要加班的。丽丽啊，是不是当初借那300万太容易点了？那行，咱们说定了，我约楚大师，约完之后我通知你啊。赵老板，我是真的没时间。再说了，你必须得去，你要不来，我可跟你不客气，我这手段多着呢。学法语。冯队，李新月家发现夹层画筒，楚鸿飞回购的那幅画可能会有问题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 Rumby 做的那个文案被审核通过了啊！你说这设计再好，也比不上人家关系好吗？倒是辛苦你了，改了5稿，最后就被这 Rumby 1稿给取代了。没事，继续努力干吧。我可不稀罕搞关系那一套。也是，咱没必要为这个生气，干多干少还是那点薪水。Robin， 哎，主管，昨天晚上辛苦了，你连夜赶的这个设计非常的漂亮。喏，你的奖金5000块，下个月的房租不用愁了吧？谢谢主管，我一定再接再厉。这就对了嘛，不像有些人呐，好高骛远。干嘛你？去排毒。喂 ，Kevin。丽丽，你下午有空吗？我有个新的创意，想说给你听一下。好的，好的。好。来来来，都来一下。坐。怎么的？楚鸿飞那边你们去了吗？鉴定科的同事已经去过楚鸿飞的画廊，发现他回购的宝贝是假的。确定吗？确定，跟之前的图片有出细微的差别，是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。宝贝是楚鸿飞画的，赵老板花高价把它买走。李新月家里发现有夹层的画筒，然后楚鸿飞又花大价钱把假画买回去了。这帮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呢？没有人会比楚鸿飞自己更了解他的画。既然他能分辨出那张画是假的，但是同时又不报警，那说明他肯定有什么相隐瞒。小刘，你去盯紧了财务公司的赵小军。是。李新月那边嘛，小田，你要继续跟进，一有情况马上汇报。OK，散了。
家子被买走了，真的会在哪儿呢？哎，丽丽来了，来，请坐。我帮你点的拿铁，这家的拿铁完全不逊色我在意大利喝的。是吗？这么着急找我，有什么急事吗？哎，也没什么事儿。你看过电影《罗马假日》吧？看过啊，我是赫本的影迷。太好了，我记得里面有一句台词是这么写的：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独特之处，让人难以忘记。罗马，不管怎么说，就是罗马。我将永生永世珍惜我访问此地留下的记忆。对，就是这句。哎，因为这个电影，罗马被誉为爱情之都。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美丽的风景，有很多地方可以媲美罗马，所以才有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。我倒是曾经因为一个人而害怕一个地方。什么地方？听起来有故事啊，说来听听。香格里拉是我这辈子最想去的，也是最怕去的地方。我记得你在留言里曾经给我讲过一个关于香格里拉的传说，让我记忆犹新。是日月同辉的故事吧？太阳的儿子次日和月亮的女儿暗月，他们都会不定期的同时出现在天空里，为的就是提醒和保佑恋人要相爱相守。这个传说太美妙了，丽丽。我不知道香格里拉让你有什么样的回忆，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如果有一个人愿意陪你去旅行，那么一个人的黑夜孤独就是两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这样吧，我回去给你做一份计划书，如果你觉得可行，我们再继续往下推进。好。虽然现在我的启动资金还没到位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解决。丽丽，谢谢。谢谢。